王菀之外表弱質纖纖，雖然間中都會聽到佢講話會做運動，跑下步練氣，只不過叫佢打保齡好似就真係唔多掂啦。事關呢日 Ivana 應邀出席一個慈善保齡球大賽，擔任開球禮嘉賓時，見佢攞住個波，好似連企都企唔穩咁，真係擔心 Ivana 究竟可唔可以將個波打到出球度啊？頭先見你示範嘅時候咧，嚇親阿英偉喎。其實你打保齡耍唔耍㗎先？嚇親佢，因為我叫佢唔好企我後邊㗎啦，佢驚我一出手向後個波。但係其實我打得幾好啊，我並沒有全落坑喎，我中咗一粒波，之後仲補多幾粒添。其實打唔打到全中都係其次啦，今次活動都係想為有需要嘅小朋友籌款啫。Ivana 透露早前為呢個機構籌款，指揮100個小朋友齊齊彈琴，都令佢相當難忘。佢更加話自己好中意小朋友，有時都好希望快啲結婚，只不過成日都自相矛盾嘅 Ivana 又話希望事業有更高嘅成就，睇嚟連佢自己都未知自己想點噃。而家係一個矛盾嘅狀態。咁自己最理想嘅家庭係點啊？有幾多個成員啊？自己咧，老公啦，一個大仔同一個細女啊。我真係中意哥哥，然之後妹妹嘅。係啊，因為我自己都有一個哥哥嘛，咁樣發覺做妹妹就係比較着數啲咯。你哥哥有冇蝦你細個？哦嗱，即係咁嘅，細個你預咗蝕底嘅，除咗所有玩具都係哥哥玩完先啦，同埋佢有嗜好，唔知點解叫我拍埋牆用地鐵飛我個頭。雜技嚟喎。各位唔好學，因為痛嘅，我想講。我哋會打返字幕啊。小朋友係家庭觀眾唔可以。係啊，咩觀眾都冇學。同埋大個就會覺得原來兩兄妹係最 friend 嘅可以。2009年好快就會過去 ，Ivana 對自己今年嘅成績都相當滿意，其中令佢最開心嘅，梗係新碟得到大家嘅認同啦。今隻碟好似係咁耐以嚟口碑最好啊！咁收到好多 SMS 啊、email 啊，睇到好多嘅碟評嘅讚賞，咁對我嚟講就已經係賺晒咯。出席呢日活動嘅仲有藝進同學會嘅成員，好似有楊英偉、劉卓琪等。近年甚少喺香港露面嘅卓琪透露，最近喺美國有份參與拍攝由奧斯卡金像導演朗侯活執導嘅廣告片，同荷里活劇集嘅拍攝，仲喺當地修讀緊獸醫課程，生活過得非常充實。點解會有興趣到突然之間去讀獸醫嘅咧？因為我好中意小動物，跟住覺得想知了解多啲咯，咁啊開始讀，咁啊發覺就好難咯，係好難讀啊！因為原來佢哋話原來最難讀係獸醫啊，難讀過人啊，因為你獸醫你唔係淨係讀貓狗，你又要讀馬、豬啊、鼠啊，咁啊好多唔同類型嘅嘢咯，咁但係當係俾自己嘅挑戰啊！